特殊那是国外的博士啊，红色衣服的，哇，原来那是国外的博士。哦，你看穿红色衣服，佛教的大法师呢穿红色的衣服，莆田衣。你看那国外博士是穿红色的衣服的，南华大学。啊，优秀优秀。哦，我到毕业纪念照。优秀优秀。李宗教授的优秀校友，做图书馆馆长，介绍大家参观南华大学图书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很好，很好。很进步，很进步，真好，真好。南华大学张教授，优秀毕业校友，还做图书馆馆长呢。阿弥陀佛。大家这么好奇。这样，真的好，真好，参观南华大学图书馆。真好。照你要是看看呢？但是我可能能来看到我摆过来，我叫我滚一起给他圣经。我在挂起来。乐龄大学，参观南华大学图书馆。我们年轻的首长会帮忙做导览。宗教优秀毕业校友王馆长。帮忙做导览。优秀优秀。这对地高雄来的哦。还有视听资料，还有视听区。开始开始。照你要是看呢？但是我可能能来看到我摆过来，我叫我滚一起给他圣经。李宗教授的优秀校友，做图书馆馆长。介绍大家参观南华大学图书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特殊那是国外的博士啊，红色衣服的，原来那是国外的博士。你看穿红色衣服，佛教的大法师呢穿红色的衣服，莆田衣。你看那国外博士是穿红色的衣服的，南华大学。优秀优秀。我到毕业纪念照。优秀优秀。